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因为咱教会的主题是伫神甲真理中间来敬拜上帝。牧师已经伫咱对年初教献主时传讲关于圣神的任捌，咱已经拢总今仔日是进入第15讲。过去若是你无时间人来咱的即个网络顶悬拢有遮的录影甲录音，咱会通来回想过去所讲的。咱今仔日同齐搁一届来讨论、来了解圣经关于圣神的教导。咱要明白圣经内面所讲的圣神，有一个非常重要也关键性的问题，就是圣神是毋是有位格？伫过去，咱已经有用15个比喻，通过圣经内底所讲，帮助咱来明白圣神。其中除了3个比喻，目睭、手甲慈爱的老母这3个比喻以外，咱其他12个比喻，拢甲一寡事物有关联。譬如讲风，圣神亲像风，亲像气，亲像井啊，亲像水，亲像油，亲像灯，亲像印，等等遮个，咱通讲拢是一寡物件。总是圣经毋也是互咱看见济的事物、物件，会通来比喻圣神。圣经教导咱一个非常要紧关于圣神的代志，就是圣神是有位格。伫顶礼拜咱讲到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是拄咧讲圣神是三位一体3个位格中间的一位。圣神有位格，这对着咱了解圣神是非常的关键。这嘛教着咱得到拯救了后，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。但为着要明白圣神有位格，咱首先有需要了解什么叫做位格。位格这个字，伫英文叫做 person， 伊是对列宾文 persona 这个字来。伊原本的意思是面具，也是讲角色。伫希腊的戏剧中间，若是希腊，包括传统的中国、日本、韩国，拢共款，就是咧演戏剧的时阵，介起头，因拢会戴一个面具，戴一个面具代表伊无共款的角色。所以伫角色甲角色中间的对话甲互动，互整个的故事、整个的戏剧的剧情会通得到发展。对这个观点来看，所谓 person， 也是讲位格。就是指迄个讲话、迄个行动的迄一位。位格伫一般的定义中间讲，伊是一种非物质性实质的存在者。根据这个定义，咱人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者，所以咱有位格。若是其他的物，譬如讲刀啊、椅啊、石头、风、气、水、火，因毋是精神性的存在，所以因无位格。圣经确实用一寡无位格的物件，拄则咱所讲的，用风、用水、用气、用风用油等等来比喻圣神。总是这个比喻是要帮助咱了解圣神的工作，甲着伊的规律，毋是咧讲圣神无位格。即就敢若亲像圣经有的时阵，嘛用一寡事物来形容耶稣，来比喻耶稣，譬如讲。圣经讲，耶稣亲像石盘，耶稣亲像活水，耶稣亲像真的葡萄树。这是为着要帮助咱来了解耶稣，伊亲像石盘共款，遮尔坚定可靠。伊亲像活水一样，会通互咱的生命、咱的心灵，无搁再摇饿，无搁再喙焦，会通互咱的生命甲着真的葡萄树三角结连，通结出活命果子。所以，毋是咧讲耶稣无位格，是拄通过遮个，互咱进一步来了解耶稣。当咱来称呼一寡非物质性的物件物质性的物件时阵，咱常常会用一个代名词叫做 it 它总是如果咱来称一个有位格的存在时阵，咱会用人称代名词，英文所讲的 he。所以圣经内底咧讲到圣神的时阵，毋是用 it 迄个。非质性这种的代名词，当咧称圣神的时阵，是称he，是代表伊是有位格的存在。
所以，咱了解圣神，第一个非常要紧的，会了解就是讲，圣神毋是一个物件，毋是亲像16世纪这个神学家叫做苏西尼伊所讲的，圣神只不过是上帝所发出来的一种力量尔。确实，圣神有力量，像是伊的气力非常的大。总是圣经甲咱讲，圣神毋是干那一种的力量，圣神伊有位格。中国世纪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波埃修斯，伊捌安尼定义位格。伊讲位格是虾米货？就是有理性的一个个别的实体。确实，理性是人甲着其他受造物无共款的所在。德国出名的哲学家康德就安尼讲。人是虾米货？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。咱伫开罗嘛听过一句话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这是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对着人基本的一个了解。咱因为有理性，所以咱会通认知万物。同时，咱有理性，咱会通甲着人建立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因为有理性，所以做一个人有一个基本的物件，叫做生命的尊严。所以康德。你讲到人甲人中间互动的时阵，你爱注意一项代志，你得爱对待人，亲像一个人有位格的人，你毋通将伊当做一个物，当做是一个工具。你袂通将一个人当做是一个满足你家己的目的的一个工具来对待。如果你将一个人甲当做是一个物，你将一个人甲当做是一个工具的时阵，你是对着人性的尊严。足大的伤害甲冒犯，所以康德咧讲，人甲人中间彼此中间的伦理的规范是啥物货？伊讲，你着安尼行动，无论你家己的位格，也是其他人的位格，你拢袂通将伊当作是一种工具，你爱将伊当作是一个目的来看待，这是咧尊重人的尊严。兄弟姊妹，若是你的先生无尊重你，将你当作是一个工具。我想你袂欢喜，同款，别人咱若将别人当作是种工具，无将人当作是种有位格的存在，咱就伤害着伊的尊严。总是咱爱知一项事，就是除了理性以外，一个精神性的存在，除了有理性，伊还佫有感情，伊还佫有意志。咱会通安尼讲，一个位格、精神性的存在，介显然的一个特色，就是伊有理性，伊有感情，伊有意志，成做伊行动的中心。同时，伊会通意识着家己，所以伊会通甲其他的位格产生好的一个互动。咱通举几个例来说明一个位格会通有的意志、感情，甲着理性。今仔日你透早来这个所在聚会。检在你开车载你的先生，也是载你的太太来参加礼拜。你开车来，但是你大概袂问你台车讲，我今仔开你去教会好无？但是你可能会问你太太安尼讲，我今仔开车去载你去教会好无？你袂问车，你会问你的太太，因为车无意志，袂通决定伊要载你，也无要载你。但是你的太太有意志，伊会通决定要互你载，也是无要互你载。你若昨介冤家，伊今仔捌互你知，敢毋是？拄则咱行平安礼，你会问你隔壁的兄弟姊妹，甲伊请安，你会问讲最近好无？最近有欢喜无？大概你袂去问你即摆咧坐伊讲，你有快乐无？我坐你坐了有爽快无？是安怎？因为其他的人有感情，因有欢喜，因有平安，因有艰苦的所在。若是你所坐即条椅虽望你会疼伊，但是伊并无有所谓的感情。最近，如果你伫厝内底咧看台湾一寡消息的新闻的时阵，点知你饲的狗甲你饲的猫嘛伫你的边伫遐咧耍。当你看到台湾立法院咧讲到国会改革遮尔大的代志，竟然无一条一条讨论，就用举手来表决强行通过，你会感觉这完全无符合这种民主的精神，违背定序的正义。总是大概你袂甲你只狗讲，还是你只猫讲，你看，拢学袂来。但是你有可能会甲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，也是你的朋友来讨论这项代志是对，也是毋对。这个要讲咱人存在，
是一个位格的存在，咱有生命是一个有位格的生命，因为咱有理性，咱有感情，咱有意志，这对咱来讲拢是非常宝贵。因为咱有理性，咱会问讲这项代志是对也毋对；因为咱有感情，所以咱欢喜一寡代志，欢喜一寡人，咱讨厌一寡人，讨厌一寡代志。因为咱有意志，咱就通决定要做这项代志，也是无爱做这项代志。每一个人有位格，所以人的位格，咱会通甲称作是人格。每一个人的理性判断、感情的表达、甲着意志的选择，拢无共款，所以你所画出来的人格也无共款。有的人人格非常的高尚，互你感觉非常的尊敬；有的人的人格非常的卑鄙、低劣，互你感觉你会看轻伊；有的人原本人格非常的高尚，总是落尾非常的卑鄙，人会称伊叫做伪君子。人毋仅是有位格，上帝嘛有位格。人的位格，咱该称作是人格；若是上帝位格，咱会当该称作是神格、神格。圣经解释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伊讲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上帝。圣父上帝有位格，圣子上帝有位格，圣神上帝嘛有位格。规本的圣经要甲咱见证一项事。圣经所记载的是上帝甲人的故事，是要甲咱讲，迄个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子圣神有位格的上帝，甲着咱有位格的人，产生中间的互动的见证。咱看起对旧约到的新约，通过以色列民族，包括因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包括一个信仰伟大的人物，比如讲大卫、摩西、以利亚、以赛亚等等，这先知。特别到伫落尾，通过拿撒勒人耶稣，甲着上帝中间遮的互动，互咱了解上帝、圣父上帝伊有位格。咱也通过新约故事的记载，耶稣甲着伊学生，耶稣甲遐个反对伊的法利赛人甲祭司，耶稣甲着一般的群众中间的互动的故事，互咱真实来了解耶稣有位格。拢是咱可能真困难去了解，那呢？圣神有位格，咱要安怎来去了解？拢是咱必须要清楚阐述。既然圣经甲咱讲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神有位格，咱就爱对位格的角度来了解圣神。若无，咱会对着圣神有真大的误解，咱会将圣神当作一种的力量，当作一种的能力尔。那安尼，咱会对圣神欠缺一种的敬畏。咱嘛唔知影安怎来甲圣神建立一种位格甲位格中间的关联，这对着咱人生的生命，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。当然，对圣经的记载帮助咱对理性、感情、意志等等这精神性的活动来了解圣神的位格。首先，咱讲圣神有生性的理性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到11节，安尼讲。圣神参透万事，连上帝该深奥的代志，伊嘛拢知。除了伫人内面的神，啥物人会通知人的事？亲像安尼，除了上帝的神，也无人会通知上帝的事。圣神毋仅是会通知，毋仅是亲像人有理性会通了解一事物，伊知影非常的多，伊甚至比人的理性搁较高级。圣神知影万事。常时知影上帝的事，圣神知影咱的心思意念，伊毋仅知影咱所知的，伊嘛知影咱所毋知的。第二，圣神有生性的感情，你敢知影圣神会为着你担忧？当你听你的囝、听你的查某囝的时阵，如果你的囝、你的查某囝破重病，你会担忧无？如果你的囝、你的查某囝去食毒，结交一寡无好的朋友，你会担忧无？你若是听伊，你的确会担忧。同款，当咱犯罪也是破大病的时阵，圣神也咧替咱担忧。是安怎圣神会替咱担忧？因为圣神有感情。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30节提醒咱一项事：唔通互上帝的神担忧。除了有感情以外，圣神有生性的意志。
有意志是讲伊要做甚物代志，伊决定要做甚物代志，伊无爱做甚物代志。圣神会催逼人去做某一寡代志，也会禁止人去做一寡某代志。譬如来讲，圣神捌催逼耶稣到伫旷野所在去接受撒旦的试探，因为通过这个试探，伊才会通出来侍奉上帝。那么看起圣神捌吩咐彼得，你著去到伫哥尼流的厝，为着因来传福音，为着因来行洗礼。当保罗伫亚细亚伫迄个所在传道理，传一段时间了后，圣神禁止伊继续伫迄个所在，爱伊到伫欧洲马其顿的所在来传福音。所以耶稣讲，圣神亲像啥物货？亲像风，风照着家己的意思咧吹。你有听见风的声，毋知伊对倒落来，往倒落去。伊讲圣神嘛是共款，圣神照着家己的意思咧吹。像是圣神照着家己的意思运行，伊将各种无共款的运势互众人，特别相信耶稣基督欢喜来侍奉上帝的人，圣神会将运势照着伊家己意思来互恁，然后互逐人会通照着这运势来侍奉上帝。圣神有伊的自由意志，但圣神这个有位格的上帝，甲咱有位格的人中间，就通产生济济互动。所表现出来的，就是伊来要做咱的保惠师。圣神要做咱的保惠师，这是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甲咱教示，互咱知的一个代志。咱今仔日所读约翰福音书第14章16、19、17节，耶稣明明安尼讲：我要恳求爸，爸就另外赏赐恁一位保惠师，互伊永远甲恁伫地。伊就是真理的圣神。第16章第7节，伊佫讲：我离开恁，离开这个门徒，是对恁有利益。因为我若无去，保惠师就袂到伫恁中间来。我若去，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差遣圣神来到伫恁中间。五旬节，圣神大大降临，就是耶稣这个应允的实现。毋也是实现伫教会历史，若是你肯、你相信、你欢喜接纳。也要实现伫你的生命中间。但保惠师这个字伫英文叫做 Parakletos， 这个字伫新约圣经中间拢总有出现5解，其中一解是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，另外4解就是出现伫约翰福音书。但这个希腊文，无论是伫英文也是伫中文，拢有真侪无共款的翻译。伫英文内面，咱有该翻做 comforter， 该翻做 mediator。该翻做 intercessor， 该翻做 helper， 还是翻做叫做这个advocate。咱伫中文中间有的时阵，该翻做是中保，翻做是保惠师，翻做是帮助者、代求者，还是安慰者。但是安怎有遮侪翻译？因为 Parakletos 这个字，这粒希腊文，伊的意义非常的丰富，你无法度干那用一个中文字。也是用一个英文字来完全表达。那这个 Parakletos， 伊是对两个希腊文所构成，一个叫做 Para， 一个叫做 Kletos。Para 意思就是讲，甲你徛伫边啊，甲你伫边啊的迄位。Kletos 就是讲呼唤出来、调唤出来，然后甲你也是讲帮助你来做一寡遮的辩论。但这两字结合做伙的意思是讲，被呼唤。来到伫某物人的身躯边，做某物人的帮衬，为着伊来做辩护，为着伊来解决问题，迄位叫做保惠师。当然，保惠师毋是你叫伊来伊就来，你叫伊去伊就去，毋是，是上帝呼召这位保惠师来到伫咱中间。这是当耶稣要离开世间的时阵，伊恳求天父上帝这项代志，你着差遣圣神来甲遮的学生做伙。来帮助因，圣神接受耶稣的祈祷，天父上帝差遣圣神来到伫门徒中间，目的就是要帮助因，要安慰因，要为着因做辩护，要劝勉因，也要教导因，也为着因来祈祷。所以耶稣称这位保惠师，伊甲伊讲，伊这是另外一个保惠师，是安怎称伊是另外一位保惠师？因为耶稣伊本人。就是一个保惠师，就是中保。
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讲了非常的清楚，伊讲伫白迄个所在，咱有一个中保，咱有一个保惠师，就是迄个义者耶稣基督。那圣神是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讲圣神就是亲像耶稣同类同等的另外一位保惠师。如果耶稣是保惠师，圣神是甲耶稣同类同等。所以，伊真做保惠师，是甲耶稣同齐来帮助咱信徒，是甲耶稣所做的工同齐一致，像是继续耶稣所做的工。耶稣通讲是上帝所赏赐咱第一位保惠师，伊受着天父上帝差遣，道成肉身来到伫世间，伊互人定世界，伊死总是又搁活，伊上天坐伫父上帝的正边。希伯来书内底甲咱讲，这位耶稣，搁活基督，伊咧做啥物代志？伊伫天顶的宝座进前替咱咧祈祷。那你姊妹爱记一件事，耶稣在替你祈祷。总是圣神是另外一位保惠师，伊是受到天父上帝甲圣子上帝的差遣来到伫这个世间，来徛伫咱的身躯边，来帮助咱，也搁活伫这个世间所有者的信徒。耶稣基督。那是一个保惠师，伊就亲像一个辩护律师，伫天顶的法庭中间为着咱做辩护。那是圣神徛伫咱的中间，像是踮伫咱的内面，伊是伫咱的良心的法庭中间，咧替咱做辩护，教导咱所应该讲的话。当撒旦咧控告咱，讲你有犯什么款的罪，犯什么款的罪的时阵，耶稣这位保惠师替咱做辩护。当撒旦伫咱的良心的法庭咧控告你做啥物代志，做啥物代志毋得有罪时阵，圣神伫咱良心的法庭中间咧替咱做辩护，替咱做见证。保罗先生安尼描写圣神安怎伫咱的良心的法庭中间来做咱的保惠师，伊安尼讲，若是互圣神所引出的，拢是上帝的儿女，恁所领受的，毋是奴仆的心，犹原惊吓。恁所领受的是儿女的心，所以会通对恁的心来呼叫上帝阿爸爸。圣神甲咱的心同做见证，咱是上帝的儿女。意思是讲，当咱伫咱的良心的法庭中间，咱的良心有时阵，敢若亲像奴仆一样，亲像奴隶一样，因为咱犯罪，成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咱违反这个律法，咱心内有惊吓，毋知什么时阵会拄到歹的刑罚，毋知什么时阵爱面对这个审判，毋知什么时阵会拄到灾祸。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，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拄到审判，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有一天你爱拄到刑罚。就是圣神要担任你良心法庭中间的一个辩护者、保护人，伊会为着你来做担保。伊会为着你来做见证，伊会对咱讲：毋免惊，因为你有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已经成做上帝的儿女，毋免惊，也毋免犹豫，你是属于上帝，伊是听你阿爸爸。魔鬼的工作就是欺骗者，就是引诱者，就是控告者，伊先引诱咱、欺骗咱，然后控告咱，最后是甲咱定罪。希望咱所犯的罪，拢会受到刑罚。若是圣神保惠师，是真做咱的保护者，要帮助咱恳求、祈祷，常时为着咱做辩护。这一个基督徒是足大福气，因为上帝为着咱备办两位保惠师，一个即马是伫天顶的法庭，一个是伫咱良心的法庭。无论咱将来有一天，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最后大审判。迄个所在有耶稣基督做你的保惠师，也是咱现主时也活伫这个世间，咱每一天拢爱面对咱的良心，咱爱面对咱良心的法庭，对咱所做的审判。伫迄个时阵，圣神保惠师正做咱的帮助。当耶稣知影伊家己要离开这个世间，伊完成天父上帝交代伊救赎的使命，伊互人定时日过，离开这个世间，搁活倒去爸迄个时间已经到。伊无搁再用肉身的方式，教伊的学生、教伊的门徒三甲地地。伊为着要互伊门徒有信心，会通得到安慰，也得到坚固，会通继续伊所已经开始上帝国福音的工程，
所以就被上帝恳求，找见圣神保惠师来临到伫因的中间。耶稣找见圣神来，伊称这个圣神做真理的保惠师。因若是要帮助咱、安慰咱，上时伊搁一个重要的职务，就是要将一切的事来教导咱，互恁知影真理。圣神是耶稣基督天父上帝赐给咱伫咱中间，上时要帮助咱，毋仅是正做咱的帮助，也要帮助咱明白真理。保罗先生伊本身就是介好一个人。当耶稣在世时阵，保罗毋是耶稣学生。伊要跟对耶稣，伊慢慢清目亲耳讲，听去耶稣的教导，总是当伊拄着搁我的主，搁我的神临到伫伊，教导伊关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理，圣神点伫的心内指点伊，互伊来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咱读到保罗先生所写的罗马书、所写加拉太书，咱会通清楚知影这项事。保罗伊对着耶稣十字架的救恩。这款的真理的明白，无比其他学生较少。希望伊毋捌是耶稣肉身存在时阵的学生。保罗先生讲，搁我的耶稣是真做赐生命神。伊无搁再用肉身的方式甲门徒做伙，总是伊用赐生命神的方式来点伫学生的生命中间。圣神来线接肉身的耶稣所已经开始拯救的工程。耶稣的肉身袂通搁甲学生做伙，总是伊搁我的神，正做赐生命神，继续教着信徒同在，继续带领信徒，继续来传扬上帝国福音。加尔文伫这所在，伊安尼讲，咱会通安尼来了解这两位保惠师。伊讲，基督是信徒甲上帝中间的保惠师中保，那圣神就是咱基督。教着咱中间的一位保惠师，圣神帮助耶稣所完成的救恩，会通确实落实伫咱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信徒身上，感动咱来悔改，引带咱来明白真理，上时激励咱来跟对耶稣的脚步。当然会通过圣经侪驾示，互咱来了解，他这位有位格圣神要安怎来帮助咱有位格咱的存在。对圣经的教导，咱拄则已经有提及，圣神有生成的理性，有生成的感情，有生成的意志，你会通甲伊建立一个亲密的关联。咱毋仅是会通甲圣神建立关系，相是会通建立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圣神毋仅是会通伫咱的身躯边来陪伴咱，相是伊要点伫咱的生命内底。当圣神点伫咱的生命内底的时阵，咱的身躯意义改变了。咱的身躯无搁再是罪的身躯，咱的身躯会通成做上帝的圣殿。圣神第一项代志要做伫咱的生命中间的，就是互咱得着顶头生。耶稣讲了非常的清楚，人若是对圣神所生的，就袂通进入上帝国；对肉体所生的，只是肉体；只有对圣神顶头生的，才是神。圣神互咱甲起头得着顶头生，会通进入到伫上帝国。开始有属灵的生命，咱原本因为罪来死去的神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义，会通得到搁活，开始咱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。圣神毋仅是互咱的灵搁再活起来，伊上时要进入到伫咱的内心内底，互咱开始会通体贴上帝意思，无搁再体贴咱肉体的情欲，互咱的理性、咱的感情、咱的意志，会通来降服伫上帝。但圣神中建咱的位格，这个有位格圣神要来丰富，要来改变有位格的咱的生命。咱会通讲，圣神开始用伊的神来帮助咱，来用伊来教导咱明白这个真理。圣神教导咱来明白上帝的话，互咱知影上帝的话伊的意义伫倒位。特别咱爱知影一项事就是。圣神要感动先知甲这使徒来写圣经，规本圣经介重要，上帝话介重要，作者就是圣神。咱若要明白圣经上帝话，咱就爱寻求圣神的帮助。这是加尔文，伊讲伊读圣经的秘诀。伊讲我读圣经的时阵，我会恳求圣神来做我内在的
导师，就是通过圣神来明白上帝的话。咱每一届读圣经的时阵，会通邀请圣神来做咱的老师。这位圣神既然规本的圣经，伊是真正的作者，伊比任何一个圣经学者，伊比任何一个神学家，比任何一个牧师，搁较了解规本的圣经内面所讲上帝话奥秘。第二，圣神会通改变洁净咱的感情。圣神也是互咱捌真理。像是互咱的生命通过伊生成的溃力，互咱会通赢过肉体情欲。圣经内底甲咱讲，上帝对所有相信伊的人有一个要求，伊讲我是圣的，恁也得爱诚做圣洁。这是介困难的一个工作，总是圣经安尼要求咱，要互咱甲上帝的性情有份。咱要安怎甲上帝的性情有份？咱若要靠咱家己本身，永远是做袂到。总是咱会通倚靠圣神的溃力，互咱会通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，会通得到上帝的性情，会通互咱伫圣神的引带下面欢喜上帝所欢喜的，厌恶上帝所厌恶的，咱就通照上帝所欢喜的来敬拜伊。那圣神毋仅是互咱的理性来指点咱明白上帝话，互咱的感情得到圣洁圣化，同时伊会通用伊的意志。来帮助咱，引带咱的意志。圣神会通改变咱的意志。原本咱的意志非常的骄傲，伊会通互咱谦卑；原本咱的意志非常的悖逆，伊会通互咱学习顺服。圣神嘛会通强化咱的意志。当咱感觉软正无气力的时阵，咱通过圣神的气力，咱会通得到坚强。虽然眼前有困难，虽然有侪侪阻碍，甚至有拄到灾害。总是咱犹原会通坚持到底，互咱的意志清楚降服伫上帝的旨意下面。大家亲爱的姊妹，如果你知影，你毋是干那一个身躯的存在，除了这个物质性的身躯的存在以外，你有精神性的活动，你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。那安尼，你就知你有要紧的一个存在，你的位格。如果你知影你有位格，你也看重你家己的人格，你不爱你的人格，人甲你看轻，人甲你讲你是卑鄙，人甲你讲你的人格无好，那安尼，你就爱知，上帝除了为着咱备办一个完美的一个人格者耶稣，成做咱的模范以外，伊也为着咱备办圣神，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，伊要开始伫咱的生命中间帮助咱、保护咱。也常时引带咱。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但你也得相信圣神，因为圣神是以清楚应允所要呈现来到伫咱中间，来帮助所有信徒的。如果你若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像是要互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完备、常时丰富，伫你的生命中间真正彰显出来，互你会通活出一个更较好基督徒的人格。那呢，你需要这个有位格的圣神做你的保惠师。如果你相信圣神是三位一体上帝中间的一位，那呢，你就应该较无圣神，尊重圣神，荣耀圣神。因为尊重圣神是尊重上帝，因为荣耀圣神是荣耀上帝。那圣神保惠师伫耶稣基督的差遣已经降临伫这个世间，伊来要帮助你。这个时阵，伊若感动你的心，唔通消灭伊的感动，你会通对伊讲：圣神，检查我也无清楚了解你，总是请你来帮助我，才能当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若将耶稣基督这个保惠师赏赐互阮，你阁赏赐阮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圣神。阮愿你承认。阮对着圣神的认捌非常的浅薄，非常的少，甚至也毋知圣神竟然有位格，会通甲阮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毋知伊是三位一体中间的一位。总是阮感谢你，通过圣经的教导，阮愈来愈认捌圣神。阮真愿意搁较侪来认捌圣神，搁较侪来经验圣神，互你所赏赐阮的这位保惠师。
真正来保护阮，来帮助阮，来安慰阮，来带领阮进入你的真理。圣神啊，愿你来降临伫阮中间。圣神啊，愿你来徛伫阮的身边。圣神啊，愿你来踮伫阮的内面。圣神啊，请你来做阮的保惠师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耶稣。